来继续来看云林的虎尾糖厂，是全国唯一，也阁用古早5分仔车来运送甘蔗。每一年12月到过当年的3月，会当看到时速只有16公里的5分仔车，甲现代化时速高达300公里的高铁来相相新。当地公所邀请到游客来骑铁马，来一个高铁5分仔车甲铁马的3铁相会。 时速96公里的5分仔车，慢慢经过高铁的铁轨路卡，刚好拄到时速300公里的高铁。时代的交替吧，感觉蛮有历史性的，对。超过100万年的5分仔车，拄到时速真紧的高铁，袂将讲这个画面真水，因为全台湾即马刚有虎尾糖厂，还阁伫咧用5分仔车载甘蔗。 逐年目刚有12月到3月时间，才有机会看到2台车同齐驶过。历史悠久，而且是活的历史的虎尾糖厂，然后制糖的5分车现在还在运作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那应该把这样的一个活的历史的资产，把它变成一个旅游推广大家。 当地公所为了推速在地特色的产业观光，规划行程会当参访糖厂，佮来出2台车拄到时间点，互民众会当骑铁马来遮看风景、佚佗。